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整理柳营火车站前的这个公共运输的转乘空间哈，那这是我们完成的第9个台铁火车站前的这个空间的改造。坐火车的这个市民朋友下车之后，如果要转乘公车，需要走路到500公尺外的这个大路上去做搭乘。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梳理呢，把火车站前的空间做出一个公车的回转的广场，以及设了2期的大客车停靠区，那方便这个乘客从火车站出来之后，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来转乘公车。焕然一新，以前太落后了，现在规划这样很好啊。哎呀，下雨天就可以直接从这边走到火车站，就可以不用淋雨，然后也不用晒太阳，觉得蛮方便的。今年7月即将上路我们市境内的这个通勤月票，公共运输通勤月票，包含台铁只要399的通勤月票呢，我想透过软硬体的这个提升，那我想对于市民朋友搭乘公共运输一定会更有吸引力。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其实柳营是我们大信营区的一个这个比较不大不小的区，但事实上这边的因为周边有柳营工业区，那也有一些机关学校，所以说通车的人还真的不少。往日由于下了火车之后通常要走一段路，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任何的遮蔽？那所以说，碰到天候不好或下雨天的时候，往往大家都苦不堪言。这中间大概要走500公尺那所以说，我们不但把这个火车站周边的环境优化，也让民众通勤的这个路线更便利化。那周边不管是停车的空间或是停机车的空间，都加以优化。总共花了1688万。就感谢中央能够交通部能够支持经费，配合地方的这个自付款，那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环境更优化起来，那民众也都反应非常好。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台南市也发行这个境内399的通勤月票，能够花没有很多的钱，但是这个得到了这个交通服务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方式能够让通勤族更加方便，也让进出往来的使用铁路的民众也都更加方便。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台南400，台南市议会日前才拄召开专案报告。上午议会定议会议员李宗麟甲朱正轩，就建议民政局将市民卡甲台南400做结合，提出纪念卡，借此宣传台南400，嘛增加市民对台南的认同感甲公营感。各界拢相当关心台南400相关活动，嘛预计5月中特别全面提案。对此，伫民政局的工作报告当中，议员朱正轩甲李宗麟的建车市府将现有市民卡结合台南400推出纪念特卡，对美观甲代表性来思考换卡面，互民众意愿申办甚至收集。我们希望现在的市民卡可以跟明年的台南400这么大的盛典可以来结合，然后让台南市的市民可以收集成一套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市民卡。那当然在美观上面，我们也会希望说它可以呈现台南市的文化历史的厚度等等。讲到卡片，议员台顶也针对台南夜南这边民政局为民所赠送的夜南卡，虽然是好意，不过甲台中、金门县等其他县市比较起来，卡是较重酸，甚至内底欠70块，连台南到嘉义一抓火车票拢无够付，提出检讨。台中伊送伊一粒电子表送一粒电子表。佮加一支原子笔这是咱台中送的一只手表，还有一支原子笔来再看金门跟阿萨里他给他2000块的红包
而且还有单程搭往本岛报到的免费机票。啊，这种干妈公，这个役男就觉得说，哦，很窝心哈，因为大部分的役男要去当兵，其实心情都很忐忑哈。但是他在这个第一刻，他就感受到说，我们的市政府对他的关怀跟照顾，让他可以去当兵的路途上更加的安心哈。所以我想这个礼物要怎么送哈，我们有准备这个礼物要送给他哈，结果礼物怎么送？当兵是所有的男生们哈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里程碑哦。那怎么样能够送礼送到他们的心坎里哈？然后钱花在刀口上，花的让他有感。我想这个部分哈，局长，咱是不是来检讨一下？我来个检讨一下。啊，当时无嘛，看嘛，因为咱袂当上金门，因为金门酒厂啦。是。啊，咱车无好，所以针对这部分，莫讲拢无啦，是不是？我会跟那个我们承办这个科吼来研究看卖现有的资源内底，看会当去挑出来，互迄个去做兵上少，互伊当体会讲做兵的时阵，伊就受到市政什么会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让他第一个时间，互伊对市政府的印象无啥好，要坐一个车票都无啥搞，这部分他麻烦局长一定要检讨，而且尽速给我们一个回复跟答案哈。议会大会工作报告甲质询5月2号由民政局拍头阵，有议员为着鼓励每一档83万的建设经费、甲林场的补助费以及宗教社团的活动费用不足等等来争取，要求市府苦民所苦。咱的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你有听过唱歌赛跑吗？伫咱台南有一场非常趣味的唱歌竞速比赛。主人是想尽办法去引唱歌向前爬，模样真正古锥。现场总共有35只唱歌来参加比赛，去引真侪民众前往到热烈。小唱歌非常古锥的模样，互人看了非常解郁。2、3，开始！好来，那边有人在弹琴啊！主持人话开始，主人把小唱歌放伫桌顶。有的用菜用饲料，主人靠出技巧来吸引小唱歌向头前爬。这是由台南市议员郭信良所主办的第一届唱歌回后头厝活动。那上一次领回去的大概是30多只，那都有回娘家。因为在自然生产而且自然孵化的苏卡塔陆龟在台湾非常的罕见，普通都是经过人工孵化而产生啊。这表示这边的地呢适合它孵化。那第一代孵化以后，很多的乡亲朋友就领回去饲养。那经过半年以后，回来比较一下，看哪一只比较健康，怎么饲养，怎么照顾，像在给孩子宠物一样。除了比赛跑，阁要比体重、称下刀、甲米珠。另外一头大唱歌扭着小唱歌射几场。今年郭信良服务处的母唱歌又阁成功孵出30只小唱歌，因此探出机会，开放民众来领用。一代传一代的传承育成，让很多的陆龟分散在各个角落，力量的延伸。教育他们怎么的孕育这个乌龟传承，这个意思是这样，让他们大家共同来聚一聚，来分享一下养龟经。我就是单纯看颜色跟它的纹路比较深吧。对。今天你到这心情怎么样？很开心。这个活动让大家互相联谊熟悉，并交换市区的心得。希望以后每一档拢会当举办回后头厝的活动，让苏卡达唱歌家族愈来愈庞大。台南新闻杨尚怀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圣安芳草公园内面将有全新的社区高龄友善新据点。北区圣安德公园社区活动中心正式动土，未来将提供周边的社区更加宽阔舒适的德公园空间。原本的圣安里活动中心为伫咧开源国小边仔的学校用地，107年经过鉴定，建议跳度中间，才搬来即卖这个位置。区长协助我们来借用了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一栋，就是我们这个旧的公卖局的仓库。那因为旧的公卖局的仓库呢，我们借了大概从109年搬过了，到现在快要4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关怀据点呢就用在这里来做
那因为那里面的设备设施呢是非常的简陋，那也没有什么残障的设施。那可是我们在克难中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完成了所谓的关怀据点的一些课程的跟活动。经过市府、地方民代以及社区民众向中央的争取，而今伫市长王美体立委陈廷辉等人的见证之下，正式动土。新建工程动土开始，接头。海地平安，金钱帝国。新建工程由卫生福利部补助2400万，以及市府的3590万，总经费5990万，预定兴建2层楼，规划设置社区关怀据点、乐龄教室、社区居民活动使用空间以及长照服务据点，预计伫113年度完工。这个活动中心可以说是好事多磨，这个4次流标，第5次才标出去。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单价，总共300坪的面积已经造价5900万了，好，那已经平均一坪超过19万多，这是可以说是超高这个价格的这个，但我们希望说能够，既然已经花那么多钱了，工程就不要延宕了，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能够早日提供给我们社区的长者也好，或是社区的民众也好，一个好的休闲游憩以及日照中心。新建工程位置的前身是分手工白桥的仓库，伫厝顶的部分是以木檐架工法所搭建，非常的有特色。因此设计单位也特别保留，让建物顿了有新的样貌，同时象征社区的永续经营甲传承。台南新闻杨爽快采访报道。看好南部的餐饮市场，伫个家人已经开店8档的意式餐厅，伫日前正式来到台南市中西区开店。不只将招牌料理冠军渔夫锅搬来台南，而且佮使用沙巴鱼，推出专属于台南人的意大利面，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间餐厅到底有啥物特色。伫家人开了8档的意大利式餐厅，因为头家是台南囝婿，想要把好味带回来家乡。头一间分店就选伫咧台南市，大量的海鲜饮料以及舒适的用餐环境，愈开幕就吸引人客来吃。都很新鲜啊，对啊，是很新鲜，然后很好吃。那比较精致化的那种料理，然后摆盘，对，所以会让我们很有气质的去用餐，这样感觉还不错。这边的氛围我觉得还蛮棒的，就家人啊、情侣都可以，对，还蛮开心的，就来到这个氛围，对，还蛮开心的，就从门一进来，这个氛围就觉得很舒服。那我们东西也都是现煮现用，也用新鲜的海鲜，不用半成品，也不用那个调理包、过度调味之类的。对，那我希望说在这边可以。顺便利用台南的食材，顺便介绍，做出来认识，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总铺师特别用心，结合台南在地食材沙巴鱼，加上泡泡子的甘甜以及柠檬的酸，提出这道口感清爽、专属于台南人的意大利面。那我们会做这道那个柠檬牛奶鱼的原因，是因为台南就是一年四季应该最常见的就是虱目鱼。对，那因为虱目鱼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那我们就选用了虱目鱼搭配台南的特有的破布子，然后去做搭配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料理。家人甲台南拢是海洋城市，总铺师以在地人的口味，结合当地食材，也伫咧家人做出这道上出名的冠军渔夫锅。无过济调味，选用大虾、鲈鱼，加上家人特产小卷爆两肠以及花枝椒，总共7种海产，要予台南的人客食到满满的家人海味。台南新闻杨爽怀采访报道。东区大同国小代表台南市参加 BBC Michael Beat 国际挑战赛，得到亚太地区的冠军。英国 BBC Michael Beat 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日前来到台湾，甚至特别前来大同国小参访，表扬学校伫创新教育的努力甲成效。我们透过 Michael Beat 程式设计，做出了我们的作品。这是光线感测值。当光线感测值小于0的时候，灯就会自动打开。
台东国小的小朋友亲自讲解机器的用途甲创作理念，不但将环境议题融入，更运用科技产品 Microbit， 让学生学习写程式，而因的努力也无浪费。学生的创作更影响亚太区冠军的荣誉。这让 BBC Microbit 教育基金会执行长 Grace Stockdale 来台访问时，指定一定要到的一站。未来其实有更多不一样的科技工具，例如像 AI 或者是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工具。其实我们应该让小朋友试着去学习更多不同的技能，勇于去做学习，然后去掌握未来的一个趋势。台东国小校长李淑珍表示，学校长期参与教育部所谓学习情景计划，第二伫咧跨越 PBL 课程推广，得到教育部111年教学卓越金质奖的肯定。透过课程的推展，也让学生得到启发，学习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创造力，因为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因为他们透过课程，透过竹溪一个这样的课程的推展，让他们呢从里面得到了不一样的想法。想一想，我们呢现在在联合国有一个 SDGs， 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的连结，让孩子呢在这边老师的引导，他们的确做到了。那我们学校呢这几年我们都参与教育部数位身份计划，也谢谢我们的郭教授，他一直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指导。那我们孩子呢透过跨域以及 PBL 的一个课程引导呢，孩子在这边呢有不一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校长李淑珍也非常感谢学校老师、教学用心以及家长会支持，让学生会当在多元学习的环境当中发挥创意，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台南的教育成果被国际看到甲肯定。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推广全民歌唱游计划，今年已经迈入20档，嘛将要举办第1300场的纪念公益演唱会，邀请民众5月6号前往台南文化中心的嘉义广场，欣赏优美的台湾歌谣。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在地经营已经20档，持续推展全民歌唱游计划。为了回馈大家支持，今年摆脱疫情的束缚，选定母亲节进前5月6号暗时，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嘉义广场举办第1300场的纪念公益演唱会，号名“团唱20感恩之夜”。议员林美的嘛协助宣传，邀请大家到时做回来欣赏台湾经典歌谣。歌唱艺术协会成立是92年3月1号。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位为就是20年传唱20年。那20年呢，今天呢，我们就在5月6号下午6点，礼拜6号6点到9点就在我们方股长你所管辖的这个假日广场，也谢谢你，谢谢科长给我们帮忙。那我们就在假日广场做一个扩大的公益的演唱，叫做传唱20。感恩之夜，也是顺便关怀我们的弱势。这个关怀弱势里面，我们有义卖书要捐给这一些就是弱势的团体。5月6号晚上6点半，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即将会要来做一个就是有震撼性的一个表演有震撼性，不收门票的。会长该会理事长嘛是核选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团中心贡献奖的陈吉山，到时会伫现场抒发创作甲观众互动。同时5月12号开始，伫文化中心卖举办团形甲创新的书声抒发展，互大家来体验因智慧创作的结晶。台南新闻管及林银光采访报道。第3届台南市亲子嘉年华将伫5月27号登场，将有东升悠悠家族的16位哥哥姐姐，以及8组网家大明星轮流唱歌跳舞。另外，阁有亲子参观甲丰富的奖品。市长黄伟哲伫宣传的记者会，嘛热情的邀请全国各地亲子做伙来永华市政中心设置广场同乐。受到热烈好评的台南市亲子嘉年华，5月27号再度欢乐登场。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要来邀请大小朋友来到永华市政中心西滨广场来参加活动。今年是第3年了哈，前2年的成果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第1年在西南，第2年在西北，第3年今年回到了西南。那主要呢是希望提供给一个亲子一个非常快乐的假期，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共处的空间。笑嘻嘻哦。等一下看谁最厉害哦。叮叮的时候转转。好啊，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也会一起来律动哈。好，准备跳起来。案件发生一声，剧中气味跑一跑，皮皮侦探来了。宣传记者会邀请到高人气的香蕉哥哥、Kiwi 姐姐以及趣味的孟加加小电台，甲丽玲国小幼儿园高中的小朋友，带来精彩演出，让人更加期待亲子嘉年华的精彩节目。台南就是很多好吃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增加练舞的动力。对，然后心情会很好，因为来这边都会吃到很好吃的美食，而且最特别的是，今年我们也会准备特别的表演，要呈现给大家，很神秘、很精彩。当天将设置超过30个单位，提供趣味闯关，在舞台顶进行热烈表演，甲有奖竞答等活动，并结合市府各局处进行幼儿资讯等宣导，要来打造专属亲子佚佗的户外活动空间。台南新闻杨胜怀采访报道。5月1号开始申报111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限到5月31号。南区国税局表示，手机报税今年增加现金缴税，以及申请延长缴税加附件上传的功能。而且往年在家医报税抽奖的活动，上大奖是5万块，今年增加到20万，鼓励民众踊跃采用依法报税。5月综合所得税开征的第一天，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就涌进将近3000名民众伫现场报税，因为排队人数众多，敢若是等待叫号，就浪费真侪时间。国税局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手机以及伫厝使用网络报税，总共准备了奖金465万，提供抽奖。在家医报税好礼大放送哈，那今年的奖项一共有最大的奖项现金20万，那有465万元，所以希望大家都在家里报税，不是在国税，在国税里以外的地方，利用手机、平板还有电脑用网络申报，或者在家用税额试算的确认，就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在国税局以外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在家里哈。那现在手机的报税，今年它又在升级，除了可以增修以外，而且还可以今年你用现金缴纳，也可以用手机报税。那如果因为疫情影响，那你要申请分期或延期缴纳，今年都有新增这个功能。而且今年还有一个示范，就是你的附件也可以上传。除了奖金的好康，国税局嘛提悬各项扣除业、免税业以及基本生活费，标准扣除业提悬4000块。薪水甲薪薪障碍特别扣除业提悬7000块，请大家多加利用手机还是网络报税，不但会当免去出门的麻烦，还会当第一批退税，同时还有机会得奖的现金。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